你知道嗎？真正嘅力量係來自於唔需要嘅時候。好多人總係有問題發生之後，先至急住去尋找方案。缺錢嘅時候先至懊惱冇儲蓄，生病嘅時候先至後悔冇保養，關係破裂嘅時候先至驚覺冇經營。呢一種被動嘅反應模式，令到我哋嘅人生總係處於被動追趕嘅狀態。真正嘅智慧係切換到創造模式，喺唔缺錢嘅時候去儲錢，累積嘅係選擇嘅自由同埋內心嘅底氣，喺身體健康嘅時候去鍛鍊，建構抵抗疾病結實嘅堡壘，喺婚姻穩定嘅時候去提升自己。呢樣係讓關係長久幸福嘅土壤。呢一切嘅本質就係喺風平浪靜嘅時候，為自己積攢面對任何風浪嘅能量儲備。當你定期為自己進行靈氣灌注，你就係喺疏通堵塞嘅能量經絡，防範於未然，提升自然嘅震動頻率。喺問題形成實相之前，於能量層面將其化解，為身心靈建立一個穩定同埋和諧嘅能量場，讓你始終處於主動創造嘅位置。呢一個就係人生嘅穩贏策略。我係一位靈氣大師同埋療癒師，我邀請你唔好再等待問題成為你行動嘅信號，從今日開始成為自己人生嘅主動創造者。我提供嘅唔單止係療癒，更加係能量嘅超前部署，讓我哋一齊喺你尚且安好嘅時候，為你嘅身心靈建立最堅固防護網，積累最豐盛嘅能量資本。現在就為你未來平靜與豐盛主動出擊。私信我，預約你嘅第一次能量儲備靈氣療癒，讓我們一起掌握你人生嘅主動權。我是你的光，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祝福大家，我愛大家，關注我，越來越幸福。